大家好，我係韓國外碩科學高中2年級嘅金仁柔。各位朋友，講起濟州，大家第一時間會諗起咩呢？就係到處都見到嘅돌하르방。濟州人叫佢做石頭爺爺。今日我就想同大家輕鬆咁講下點解돌하르방會咁特別。하르방係濟州方言，即係爺爺，所以돌하르방直譯就係石頭爺爺。1971年，濟州文化賽委員會先至正式用呢個名，之後先開始多人認識。其實돌하르방幾時出現唔係完全清楚，但係有文獻話朝鮮後期1754年濟州墓嘅城門口已經擺咗돌하르방，之後其他城門口都可以見到。咁돌하르방有咩用呢？以前主要有3個意思。第一，佢係戒備，即係界線。第二，佢係守護神，可以擋住啲惡鬼。第三，仲有啲巫術、信仰嘅成分。對濟州人嚟講，佢哋覺得돌하르방可以保護村莊平安。至於돌하르방邊度起源，其實有幾個講法。有人話濟州本土民間信仰自己產生出嚟，亦有人話可能同中國遼河文明或者蒙古食人種有關，到今日都仲未有定論。各位朋友，돌하르방唔只係一嚿石頭雕像，佢仲記錄住濟州人嘅生活同信仰。而家돌하르방已經變成濟州最有代表性嘅文化象徵。如果大家以後有機會去濟州，記得揾個時間同돌하르방打個招呼，感受下佢嗰種樸實同溫暖嘅笑容啦。多謝大家。